记载伫诗篇第9篇第1节到第2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赞你的名。感谢主，伫早起的时，咱会当做伙用感谢、用阿乐、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宰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是阮生命的主。感谢你伫今仔日的早起，带领阮做伙到教会。我要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找求你，单单来仰望你，较无你，较无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，甲你相拄。求圣神只是伫咱中间，降落你的大气力，坚固阮的信心。虽然伫阮的生活当中，人有烦恼、有忧愁、有艰苦、有无欢喜的事，但是阮知影你是阮的上帝，阮的坚固石盘是阮的倚靠。当阮祈祷的时，就是重新得到气力的时，因为阮知影你的确要看顾。互阮会单单因为你来喜乐，透过吟诗，透过感谢、学乐、敬拜，透过你的话语，阮的心就会当哪来哪喜乐，会当享受主你甲阮同在美好。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只是邀请大家，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，听我的祈祷。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歌赐予我，开挂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生活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称赞。愿你甲我同在，赐我心。咱为着咱家己甲上帝关系来祈祷，阮将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予上帝，甲主搁较亲近，搁较无上帝，较无圣神，望咱会当搁较经历上帝，互咱逐日的生活有上帝话来引带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阿爸爸上帝。同在，知影虽然这个世界改变，但是你的话永远袂改变，你对阮的疼嘛永远袂改变。虽然有当时啊，
保守阮。主啊，看顾阮伫软弱的时，保守阮无离开你。求主你赏赐阮有信心、有勇气，行头前的路，因为你要引带阮，帮助阮甲主你的关系会当搁较亲近，互阮有较无你的心，互阮愿意开时间甲你亲近。可能是透过抄圣经、逐工的灵修、祈祷。主啊，我愿意甲你相同行。主叫你牵阮的手，行阮头前的路，互阮甲主逐日相结连，互阮的性命因为主基督来得到丰盛。第二，咱为着教会的事工，阁有近期咱要推动幸福小组来祈祷。除了教会牧师中级同工，望每一个兄弟，咱拢有愿意服侍的心志，咱做伙来参与伫教会的事工。咱为着50禧年事工的筹备，阁有幸福小组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特别为着即摆咱教会咱已经有8个小组，8个幸福小组，为着遮个副长、遮个同工，阁有8事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保守阮富强教会，行过48年，当阮为着要迎进50周年庆，阮伫计划、伫筹备，阮要安怎庆祝的时阵，阮伫想，咱要安怎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信主的时，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富强人，咱拢有合一的心，每一位会友有愿意奉献的心，求主互阮会当搁较团结，互阮所推动的事工是合主的心意，因为阮知影，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活；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。我嘛要为着幸福小组祈祷，透过幸福小组，望因带8事来信主，求圣神感动遮的8事，互因的心柔软，愿意接受基督，成做因生命的救主。求主特别帮咱保守遮的副长甲同工，互因伫生活、伫家庭、伫工作真无用的时阵，主愿感谢因的愿意奉献因的心，来服侍遮的8事，赏赐因有够强的气力，嘛有智慧甲信心，求主坚固因，互所有的同工，互因有彼此合一、谦卑、相听的心，会当做美好的工来荣耀上帝。过来，咱为着青少年儿童暑假要结束啊，要进入新的一学期为因头前学习的路来祈祷。求主赏赐这学生伫新的学期有新的目标，有愿意主动的心，有好的态度来学习。面对新的环境，有的学生可能是进入到新的学校，到新的班级，主赏赐因有勇气面对新的课业、新的环境，互因有勇气、有信心，保守因、持守因有好的品格，看顾因的人际关系、因的信仰，互因无受世界的引诱，会当认捌你的真理，因带因行义的路，互因敬畏上帝。过来，咱要为着牧者、中级团队的首长、牧区区长、小组长、服侍同工来祈祷。主求你保守遮的同工，阮的牧师中级。主求你祝福因的家庭、因的工作。主愿感谢你，互阮富强教会有足侪愿意服侍的同工中级。因奉献因的时间、因的气力伫教会事工，主求你施恩保护伫因逐日的生活，互因有喜乐、有平安。求主赏赐因聪明智慧，有高雅稳定祝福，坚固因，互因伫服侍的时会当经历着甲主同工的美好。当因感觉野身无气力的时，主求你扶持因，求你加添因气力。互主的听充满因，互大家每一个同工，嘛会当彼此相扶持，做伙行天路，
做伙同工，做伙为着上帝国度来努力，互因会当拿福师、拿甘甜。主求你保守因，会当常常主目看上帝，领受对主来的异象。求主赏赐因有合一的心智，相信因带，互因所行的每一步，教会所做每一个事工，拢是对教会有利益，会当将主的福音传到阮的社区，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，互阮富强教会成做社区的光甲盐。最后，咱为着今仔日的2堂礼拜，所有服侍同工，阁有牧师的讲道来祈祷。特别，咱为着咱家己伫今仔日的聚会当中，会当谦卑、有领受、有得着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掌管伫今仔日的2堂礼拜，愿阮的服侍、阮的敬拜，合你的心意，会当荣耀你的名。上帝的话语会当透过牧师的讲道，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。求主，你今仔日就来向阮讲话，互阮有谦卑的心来领受。主，求你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。主，阮将今仔礼拜献上予你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称赞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敬拜，保护我无日佚头，带我看你在海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赐听充满世界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敬拜，保护我无日佚头，带我看你在海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赐听充满世界。哈利路亚！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。哈利路亚！就是邀请大家，咱做伙对咱的座位起立，咱来学乐，来敬拜，来拢相甲主旨。为了
为互咱主上帝，咱来敬拜伊。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求你开阮的心，阮谦卑阮家己，后摆压落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主，你是阮的主。